呢場對嗰個 JK logo，我儲滿聖水，我先出該個龍，可以守可以攻夠4點水。佢嗰個 JK 出過兩個嗰個牌，其實都唔係好勁。開始分兩邊攻，其實我好中意分兩邊攻，因為咧佢有時咧會即係你唔夠嗰個聖水去出卡牌咧，咁就眼白白睇住自己一邊塔俾人攻。即係而家出嗰個骷髏骨嗰個墳墓，其實冇乜意思嘅，即係佢做又慢啦，個量又係多啦，喺度我個塔自己都搞得掂，都唔使出任何卡牌都搞得掂。就儲夠10點啦，可以開始補習，最中意出呢個先有。跟住佢兩個一齊嚟，其實好傻，兩個一齊嚟，我出個火球已經個塔同埋嗰兩個卡牌都扣咗個數值啦，已經抵到爛啦，一個火球計。佢呢個咧，即係佢啲卡牌好弱，呢一場都好輕鬆。我守住唔攻都夠贏啦。OK， 最後1分鐘，首先有最中意嗰個盧龍啦，等你嚟啊！我守緊啦已經。佢今次試下佢驚我又將個角咧，佢一下子出晒，我分段出。哇！兩個槍手喎，你點頂啊，大佬？慘啊！10秒啊，攻唔攻爆埋個主塔啊？6，應該唔夠時間。Go！